跟鬼肉图哦。当你知道高是合理，当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对的，可是有时候还是要很耐去面对，因为我们这些是现在的阶段，你的年龄层，你可不可以去抗拒爸爸妈妈，比如说叫你补习，然后你说你不要补，或者你说爸爸妈妈不见得会逼你，但是你会觉得学校某种程度的压力，大家都在补，只有你没有补，普遍你的成绩是这个差不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那就是生活上无奈的压力，那无奈的压力要怎么办？要怎么办？接下来要有一个好像是上课的。在家睡觉，那你在做什么？玩电脑，这件事又回复到前面了哈，回复到前面了。那你觉得每天打电脑，你觉得对你的生活有帮助？有一点帮助就是增加一些常识知识。那些常识知识会不会让你的人生见闻啊、人际关系啊更广泛？会啊，所以都在电脑上面交流。不一定哈。好，那你觉得你继续这样下去，10年后，现在这样好了，我们允许不要读书了，每天回家睡觉打电脑。10年后，人生你觉得？在那里。懒惰拉他的人生，这样是你想要过的吗？不是哈，把水落石出来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他知道这些是做的很痛苦的，他也很不喜欢。可是他知道，如果继续这样子的生活模式，10年以后，他的人生会变得很邋遢、很懒惰，他不想要这个人生。欢迎。好，很有信心哦。没有抓时间啊，哎，好的嘞。你要看，看多远看到没有？啊，学到快点啊！给完了，好期待哦！很好，我想说真的，哇，挺好，再上去哪地方？马上就结束。对，好，那你觉得这件事情？你怎么看待它？你怎么看待现在这件事情？你刚刚有那个好无聊，你觉得要做一些什么比较有？篮球，好，非常好的，给他分享一下。我看一下，你要讲什么意思啊？后刚是儿子后刚才，是不是刚刚一个学朋友，还一个说他没有回家，你们现在正式来练后刚，不好意思，下次打球找儿子，就是朋友找后刚是可以吗？对，看你待会认识一下，我要清楚，看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等一下，不要那么尴尬，我们就比下去，不要真的很尴尬。来，你要慢慢讲哦。那乳汁肉，煮东西的乳汁肉，乳汁肉，你们这样卖很贵的吗？对。这样子。
接下来要怎么呢？那你这个会讲什么？还小小的这个组织真是太特别了，突然跑到我们组织，交朋友说像组织太常在一起的也不好，偶尔在一起好像也不错，有点黏又不能太黏哦。这个都有很多档次哦。来，你的美，买美，买是你看你是什么？好不错。剪头啊，剪花啊，然后呢，怎么办？剪花了怎么办？那怎么办啊？我那离开一下。回来。没有好一点。那做完冰块的，也是秀灯嘛，莲花，莲花这种，那个用莲花这个也没讲到秀灯，妈妈要多起听，人家是莲花，所以你希望还得拿，而且这个后面是压力，所以你希望如果我什么时间点可以去采莲花，或者玩电脑、看电视，你希望，人家你希望玩多久？你看你觉得多久？没有，你现在你身体不一样，你觉得多久？30分、1小时、2小时、3小时、3小时吧，3小时，专业吧，哪个人后，1小时在。没在啊，我帮你早上带你带回去，你要给我1小时啊，来的点外让他前面，他前面他送什么？他们骂人都是跟学校店相关系，没有，我在生气，因为我突然看在你口上说你要学会控制，然后你就不想，那你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学的吗？可以吗？好，来，鼓掌一下。好，来，你那个小心爸爸妈妈来会替你们申请。来。因为他们可以妈妈买错来，我去过了，对啊。没有思考的怎么样？那你呢？那你觉得你红龙眼的时候，有个眼的很酷的那样。第二个原因呢，为什么会没有原因的就这样子。好，那就是都没有听到。那你觉得生病这件事让你体会到什么东西？生病的时候让你体会什么？非常的难讲，所以就是会好好的照顾。可以吗？我们花了什么？是妈妈你教我数学吗？不行不行。然后补充了小飞他。都不要了，然后不要了。太小了，不要勉强他。你看老公一个会动。太小了勉强哦，会掉毛不管好来。
好，来看我现在看有些。分钟会才所以知道什么痛苦的原因都是有书要不好，都是要念好学校。所以要用功，好，可以看看，这一下。用功不一定会有好成绩啊，各位认同吗？但是呢，要成功要不要用功？成绩要跟功，这个都不难，好像就是这样，像我们做的都是一样。你努力做，不见得一定会成功，可是你要成功，你必须一定要去做的，这个机遇跟机会跟运气，让我们才会回归到我们的关系。来，一样的，你把麦克风往这里，来，默契，来，有默契。没有，就是你要说电子在前面。节目结束了。你就在看电视嘛，你没有一边看电视一边不是很认真习惯，一边看电视一边对，会吗？会这样，这个电视有不适合喝水的，听音乐，有没有这样？有没有这样？好，等一下这很重要，这件事你觉得你为什么会你为什么会把放在一个电视前面？原来还是因为你的还有为什么会开始？还有市场还是给把这个资产你见到一个很开心的。再看一下。所以你就喜欢看被那些那你觉得如果一群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啊，还有一些说一定要所谓的有意义啊，那打球啊，或者是大家一起说一个讨论啊，聊天啊，你觉得这样你会想要会心的，你要讲场面话，当然是先讲啊。你要真的没有因为主要是我在看的时候，是我帮我都在打。他们陪你看，所以你会我看，他们都不知道我知道。
他们聊天。一边看一边聊天。那如果他们都不在，不会。哦，所以重点，对，那因为有那一群朋友在旁边，跟他们同在，不然如果那地方没有人，就不会出来，那你就只能在旁边。不早说话，因为你还是喜欢这个方式。也没有。你的人生有那一种喜好，看到方式。对不对？因为我发现你的眼睛也是发红，没有发现？你现在对方写的东西真的很好，你应该要来要不愿意承认，应该算的。压力很大，所以你会喜欢我的地方。那再想一下，他们那么多讲到那么多地方，你觉得到这边这些压力给你不管别人怎么说道理，这些成长，看见他可以成长。就是休息之后，还有跟他们讲要求，所以人生不是只有处于在当下，才